作为电影市场的常青树，喜剧电影一直深受观众们的喜爱。浮夸滑稽的动作表演，各种爆梗的搞笑台词，往往让电影院内笑声不断。那么最新上映的喜剧电影有哪些？2025年最新喜剧片哪部好看？下面细说小编就为大家分享2025年最新喜剧电影排行榜，既有正在热映的喜剧佳片，也有正待上映的喜剧新片，一起来了解下吧。1. 火锅艺术家。火锅艺术家是由崔智佳执导，崔智佳、张冠南编剧，崔智佳、焦俊艳、张琪领衔主演，宋小宝、乔杉特邀出演，魏翔、艾伦、孙越、文松、潘斌龙特别出演的喜剧电影，于2025年1月3日在中国上映。该片讲述东北小伙李如意的导演事业遭逢变故，还被债主七哥上门催债，无奈之下找到好兄弟张磊，贾总借钱却遭吸金石婉拒。就在穷途末路之时，李如意施展厨艺天赋，摇身一变成为火锅界扛把子，带领一众小弟是要赢得火锅争霸赛的100万奖金。2. 贾爸爸。贾爸爸是由贾冰执导，何可可、姚冠辰编剧，贾冰、尹正、倪虹洁领衔主演，徐峥特别出演，丁嘉丽特邀出演，王迅、杨浩宇、潘斌龙、包贝尔、于洋等友情出演的喜剧电影，于2025年1月10日上映。该片讲述了往昔歌坛巨星杨浩良意外发现有人借着自己的身份招摇撞骗，随即命令自己的儿子杨时月去查明真相。然而杨时月为了给父亲凑够手术费，与贾爸爸王春生联手，开启了一段含冰量100%的啼笑皆非、坑爹捞金之旅的故事。3. 真爱找麻烦。真爱找麻烦是由宋迪执导，乔杉、张本煜领衔主演，韩银云、何欢主演，李雪琴友情出演，尚宇贤特邀主演，海一天、九孔、仲丹妮特别出演的电影，于2025年1月18日上映。讲述了深夜和阿北意外组成临时特工，在寻找穆小春行踪的过程中，发生一系列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4. 唐探1900。唐探1900是由陈思诚执导的电影。1900年的旧金山，一白人女子在唐人街被害，而嫌疑人正是一名华人男子，凶案引起社会震荡，民众纷纷要求取缔唐人街。中医情妇刘昊然是和华人阿鬼王宝强是卷入此案，他们与时间赛跑，在斗智斗勇之中，终于找到凶手。5. 临时决斗。临时决斗是由麦启光执导的喜剧片，古天乐、梁咏琪、周秀娜、王丹妮、吴允龙、胡子彤、张文杰等主演的喜剧电影，于2025年1月28日中国香港上映。该片主要讲述了曾经叱咤澳门泰拳界的传奇拳王王中磊，在面对拳馆经营困难，他坚持不退缩，为一批职业拳手提供舞台。林雪发现男友出轨后，澳门女拳王孙亚银后，好胜心强的她狠下战书，决心向王中磊拜师学拳，是要在擂台上决一胜负。6. 大红包2，龙凤呈祥。大红包2，龙凤呈祥是由李克龙自编自导，李克龙、李春爱领衔主演，张琪、张晨光、何欢、宋晓峰、朱荣军、阿依帕利等主演的喜剧电影，于2025年1月10日上映。片中，中年 loser 编剧李金龙为娶真爱葛玉凤制定了写剧本、拍抖音等6部计划，却仍无法让葛父满意。好兄弟大力一直站在李金龙身边，为兄弟打气。老谋深算的老板麦建林和左右逢源的主编白干联合上阵，将李金龙卷入更荒诞的事件中。假女友、真小姨子轮番上阵，一人分饰5角的女神克拉拉更是造型百变。7. 地下忍者。地下忍者是由福田雄一执导，山崎贤人、滨边美波、冈山天音、山本千寻、宫室流弥、坂口良太郎、平田满主演的漫改真人电影，于2025年1月24日日本上映。该片根据花泽健吾创作的同名漫画作品改编，讲述隶属忍者组织NIN的末端忍者云影九郎背叛了一项重大的任务，那就是调查战后70多年来一直潜入地下的某个组织的动向，其名为9开拍怪兽电影吧。开拍怪兽电影吧是由八木顺一郎执导，清水美智子、菅井友香、平山浩行等主演的喜剧电影，
于2025年1月24日在奇富上映，1月31日全日本上映。该片讲述非常喜欢怪兽电影而一无是处的地方公务员山田，突然被委派了一项为了振兴小城的巨大任务，最终他决定用怪兽打破一切。山田真的能完成梦想中的怪兽电影吗？10. 麻雀女王追男仔。麻雀女王追男仔是由王晶、叶念琛执导，高海宁、马国明、陈家乐、陈静、邱意浓等主演的喜剧电影，于2025年1月28日在中国香港上映。该片以麻将为主题，讲述了女主角通过麻将技巧追求爱情的故事。片中马国明饰演一个生活潦倒但充满理想的科学家，